台南海巡查缉队最近伫咧台中的龙井，也有台南的学家查到非法做婚的工厂。这嫌犯是合法报关进口一寡材料，所以用这资源回收抢做暗号，非法做婚趁钱。伫咧电厂查到的材料，就会当做出12万包的婚，这被嫌犯去互上班。 台南的海巡查缉队个检警组成的专案小组分作2路，要去台中市龙井区、个台南市客家区的酥婚工厂，伊毋若超出大量做婚的原料，个查到要用来包装的材料。包婚啊！要包婚啊！你包婚你就会传起来。酥婚工厂内底机器正咧运转，做无合法的酥婚。台南的海巡查缉队最近接到通报。 讲这违法咧做婚的集团，今年初以合法报关的方式进口做婚的原料，搁以资源回收场做掩护。经过长期的排伏，军装监视搁收集证据，总算查到这2间非法做婚的工厂，掠到嫌犯8个人。查扣烟丝1819公斤，私烟成品1201包，卷烟35800包。 共计查获私烟约127951包。破获这个私烟案，让这个社会更稳定、更治安更好，然后不会让这些私烟流入这个市场，不仅会扰乱市场秩序，而且对于国民健康会造成重大的影响。台南的海巡查缉队强调，这批酥婚也未流入去市面。 不过，以过去经验来讲，每一包婚的成本大约10块，家己创品牌了后，就会以50块卖去牛墟、外籍商店或者是柑仔店等所在。不过，因为工厂的环境真垃圾，阁乱糟糟，做出来的婚恐惊对人体健康无好，呼吁民众就莫去买来路不明的婚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